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收看1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今举行，这3位候选人聚焦在能源政策小组化，也搁这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等议题。不过这个赵少康呢，伫咧第2轮针对着萧美琴的国家认同提出问题时阵，敢若伫咧最后补一句，也请吴欣盈说明。针对这款的动作，吴欣盈就呼吁讲，莫甲伊当作空气，也呼吁唔通弃保，是因为弃保就失去家己的投票权。2024第3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初一举行，3位候选人展开激烈的交手，交叉姊妹环节。萧美琴首先聚焦能源议题，询问对手核电厂要起伫搭，核废料该要安怎处理？吴欣盈认为，袂当用意识形态处理核电问题。赵少康表示，涂骹底掩埋乌侵以后，搁强固核废料。你最尊敬的美国怎么处理，我们就怎么处理嘛。美国现在在地下掩埋嘛，挖深以后把它强固起来，我们就这样做嘛。全世界几乎90%的核电国家都是这样做。那核电是很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是用意识形态来处理。柯银配呢是主张核2、核3研议，核4尽速全体盘查，再决定下一步。吴欣盈也提问对手安怎解决小组化高龄化国家危机、甲劳保破产问题。赵少康阁表示，联国6岁国家是7到12岁国家高政策。萧美琴指出，蔡总统任来增加长照预算有伫津贴。对长辈的照顾长照政策，在多年来，蔡英文总统从他刚担任的时候，长照预算不到50亿，提高到现在会超过800亿。0到6岁国家养。国家通通养，好，然后呢，7到12岁呢，国家顾，甚至呢可以顾到晚上7点，自己在家照顾的，每个月给1万的补助啊。那另外呢，就是生第3胎的给100万。另外，劳保问题，赵少康认为应该为提悬基金管理的收益率进行，也提问吴欣盈甲萧美琴过去拢捌是美国人，那台湾甲美国冲突的时阵，被对3人尽中甲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等相关问题。大家也知道，我们台湾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能源昂贵甚至于不绿的话，其实台湾的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台湾也要必须快速进入这个要转移从碳权变成碳排放交易所。那有关台积电赴美碰到的难题跟障碍，我们一起在面对。他们基于客户的需求做全球的布局。不是让我们在这边扯后腿，我们应该要给他最好的支持。萧美琴强调，台积电去美国拄到难题，要同齐积极面对，也解释台湾即马无欠水欠电问题。也毋过赵少康伫第6轮直讲萧美琴提问国家认同，只伫最后补一句，也请吴欣盈说明。吴欣盈是呼吁，毋通将伊当作空气，话声绝对毋通无弃保，因为弃保就是失去家己的投票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顶头，国民党赵少康在咧新闻阶段宣布要辞掉中共董事长等职务。在咧媒体提问时阵，搁再聚焦在咧外交、国防加两化议题。也那民进党萧美琴表示，会发挥家己自闭经验协助总统，而且搁再讲到国民党甲9二共识化宪法当作是护国神山，只是行未通的。赵少康突出含中国谈外交休兵，强调两化9二共识会当无共款。也那民众党的吴欣盈表示讲，这拿赢是我中国，敌赢是反中国，拢失去台湾的主体性。也讲因的民众党会当行出第3条路线。2024第3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国民党赵少康伫新闻阶段宣布辞去中共董事长等职务，当场提出离职书签名，正做全场焦点。媒体提问3个人若当选，安怎协助总统突破外交困境？民进党萧美琴讲会发挥家己自闭经验，不是侵华甲理念批判关系。民众党吴欣盈搁再批评外交部，认为未来爱注重国际双向外交。赵少康是主张应该甲中国谈外交休兵，以经济实力得到别国尊重。务实的做法就是以台湾实质需要的议题来找寻生存的空间。我觉得外交部就是穿国王的新衣，然后被我点破薄情杀啦。注重这个双向贸易协定跟双向的一些交流，还是要跟大陆谈外交休兵，不要再抢来抢去了。
第二点，我们自己的实力要提升。对中华民国宪法正式大选两项政策的核心议题，萧美琴阁指出，国民党加9年强势化宪法当作护国神山是不可行的。刘小康是回击讲，强势会使无共款，强调国民党反对一国两制，批评赖清德大道才造成灾难。吴欣盈讲，国民党靠中，民进党反中，拢失去台湾的主体性，民众党会行出第三路线。对岸已经明确提到，9·2共识就是一中，没有各表。不认同不能叫做共识，这是懂中文的人都知道的。共识就是说，他讲他的，你说你的，跟9·2共识连接的宪法是一个中华民国的9·2共识，请你注意，海峡两岸呢是和平没有战争的，就是建立在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上面。在强化国防方面，吴欣盈认同国防预算应该有关，同时提升军人退伍。刘小康继续发出爱替每一位职业军人加薪2万块。萧美琴是强调3大方向，包含强化训练、军备升级加理念相关的国家合作。要军朝实战化、专业化、合理化、透明化的方向改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用比较高的待遇募集一些有志之士、愿意为国效劳的职业军人。能够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不能自己做的我们去买。三人也被问到3后要用多种方式团结台湾，甲评论彼此的优点。刘小康讲，执政了后袂使用御用媒体来打击对手，而如萧吴两人分别选中外交甲财经。萧美琴讲，愿邀请2位对手共襄国事，钦佩刘小康口才甲吴欣盈愿为国家奉献理想。吴欣盈是讲跨党派合作重要性，不过无讲到对对手副手的看法，看到等回答瓜问题的优点。记者综合报道。赶快来看这总统选举的新闻。这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也就是副总统赖清德，在去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了后，随去台中致辞，伊也批评中国大概拢想要介入台湾的重大选举，呼吁大家就要支持中国上无介意候选人。那国民党还尤其是参加党中央的元旦升旗了后，随去新竹致辞，伊也批评赖清德无国家观念，是要安怎选总统。那民众党的郭文den是到台东致辞，虽然无看到日出，不过伊讲对选情真有信心。甲总统蔡英文拢手提国旗唱国歌，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赖清德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伫升旗典礼结束了后，赖清德要登去总统府进前，搁甲凯道顶悬的民众一手致意。尾仔赖清德到台中参拜公庙，大声批评中国，大家拢会介入台湾重大选举，这届是上界严重。我们敬请国人能够支持中国最不喜欢的候选人。要让他能够高票当选，这个是粉碎中国介选最好的手段。赖清德讲，当选总统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甲即卖法律推杀国政。国民党侯友宜是到新竹造势，讲要甲新竹县市苗栗打造成甲东京国金三湾同款，变作科学城市，和北台湾区发展起来。侯友宜早起先参加党中央的升旗典礼，国家党主席朱立伦到桃园大溪头寮迎请1零。朱立伦嘛宣示，国民党会坚守蒋经国的路线。是中华民国，我的妈妈这个国家保护着我，所以会守着清国先生的奉献跟牺牲，好好的建设我们的台湾。民进党郭文铁是到台东要迎接2024的出日，虽然基台的日头光并无出现，不过郭文铁也是热情甲民众做伙翕相，甲支持者签名，也呼吁民众爱选择新政治。黎明来临之前的夜晚总是黑暗的，但是黎明一定会到来。从一开始不看好，到现在已经3强鼎立，中间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尾仔郭文铁嘛举行原住民政策分享会，谈论政见。下晡是赶去屏东参加造势活动，呼吁各县市支持者分做16路，也家己做的标语口号，爱不管一切拼一届。参加人数有几落百公尺长，郭定明唔若讲要拍空战，嘛要强化陆战来购票。记者综合报道。3天的元旦假期特别结束啊！这苏花乐龙行下晡一直到上北的车流量，国道5号上北的路段呢，时速拢伫40公里以下，可能会塞到暗时9点过后。在国五北向宜兰到坪林路段，我们预估这个拥塞的情况呢，会一直持续至晚上的9点过后才会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在国一北向的苗栗到湖口、国3的关西到大溪。
目前车多拥塞的情形会一直持续至晚上的8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中昼过后，这国道5号上北的交流道呢，逐台车拢是排队要上高速公路的。高公局也观察，讲暗时6点过后，上北高升在管制结束了后呢，还佫有一尊正大阵的车要上高速公路，目前车还佫是真多。西部高速公路也拢碰到这上北塞车的问题，建议民众出发进前上好查清楚，或者是替代路线会当使用。台铁公司今早起挂牌进前呢，这台铁局时代了1700亿的底期债务，即马是拢无牵连啊。若讲到这车票敢会来起价呢？台铁的董事长杜比表示，目前是无方案，若是伫咧做好安全的前提之下，今年会开始去讨论。另外，目前正咧联署过年期间要依法休假的台铁产业工会就讲，挂牌的车也是一时的，希望这台铁呢会当用合理的薪水甲人才留落来，落实安全改革。欢迎高层全部到位，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元旦显牌营运，过去总计超过1700亿的底期债务来清零，由公司偿还基金偿还。公司化了后，土地开发放松，也来各界关心已经28年无起的台铁票价是毋是调整？台铁议员强调，这阵无方案，未来要评估票价需要调整，会上董事会来决议。台铁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调整票价的方案，公司的安全跟服务做好，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会开始来研议，来进行这个研究。迈入137年的台铁局，改制为台铁公司哈，那它从一个行政单位，变成一个企业单位，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服务的一些设施。显牌典礼上，台铁也公布这边换发的新制服，像是维修人员会换穿感觉色服装，司机员也配发全新的行李箱。台铁董事长杜比也宣领以及主管算是安全改革决心。另外，泰鲁阁事故家属代表也受邀请参加典礼。家属讲，台铁百年老店公司化议会已经讲20几年啊，将因是重大事故改制，期待台铁公司化做一变革应重生。安全其实没有终点，但它也已经不能再等待。那我们其实也知道，未来公司化其实还有很多难关要走。台铁公司在今天挂牌之后，这个风光一时之后，必须要去思考到后面到底要怎么样去来一一的去兑现这个当时的安全改革的这个承诺，以及公司长远的发展。因为不管台铁对司机员甲站务员奖金差别太无，台铁产业工会进行研发起今年外加班的人数会伫1月底统计，并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下一步。对公司化了后人无够的问题，台铁讲，离题进行的集中伫1月到2月，已经对基层抽调人员来训练，今年前人就使补起咯。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挂牌了后，即马高雄的环状轻铁开10年时间，总算伫去年底完工。即高雄市政府伫咧元旦下晡宣布，环状轻铁全线通车，对今开始试营运。有民众认为讲，这路线完整对观光有帮助，毋过也有人认为讲，这轻铁速度伤过慢啊，对通勤是不方便，可能会害大顺路段呢变佫较拖。也若这高雄市的交通局也提早规划开放大顺路10个路口。消透车流量。轻铁车手因黄色真古锥，也毋过车手新造型，毋那是应用月底，特别重返高雄的黄色新的一年元旦，高雄市府宣布环状轻铁正式成员，暗时6点起通车试营运。整个新建的过程，我们也体验了一件事情：轻轨那么困难的工程，面对那么多的沟通，我们用诚意，用我们的毅力。用我们的专业来说服市民的时候，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抵挡高雄前进。环状轻铁为2013年6月起分段时间通车，期间因为理解沿线居民反对甲政党轮替，经过工程延迟停工，用10年时间总算成员。好完成，轻铁一届的前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落蓝见证通车时刻。你要高雄市道的话，就要做这个比较方便。它可以做到每一个角落都有，尤其是观光景点。列车为大顺路段出发，轻铁成员了后，予观光路网更加便利，未少市民落班骑乘。也毋过，设一个爱90分钟的轻铁，要市民认为速度太慢，不利通勤。太慢了，就变成说我上班可能就是要提早出门，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家就住旁边，所以这个轻轨通车。
还有在之前的施工期，对我们两边的住户来说都是非常不方便。除了不利通勤，民众也反映大顺路段车流量大，即马阁因为天气看度缩减，造成公车爱甲汽车抢路。虽然交通局伫去年底已经开放10个路口倒弯疏导车流，但不过实际成效安怎，恐怕要等通车一阵了后才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要看到2024年的日头光，真侪半暝啊呢，就真侪民众去景点等待咯。不过这天气无讲介好，伫花莲七七潭、屏东的这个龙盘公园，还有台南主镇，拢因为云伤过高，无法度看到日出。那阿里山的日出一开始是去互云海炸掉的，不过这云散去了后，山顶的日头光，也互游客看了讲，感觉是真满足。日空日数阿里山的头一个日头光为云海中捅出来，散出流爱金光，大批游客元旦透早都来到竹山国际平台，随着迎接等待日出。等20分钟，云层渐渐散开，日头总算走出来。虽然无真有气势，日出大景，游玩气氛真侪人摕手机翕相。要么其他所在都无遮尔幸运，无论是台南佐镇，也是屏东龙庆草原。游客现东方伫草原等啊等，煞因为云层伤高，无缘看到今年的头一个日头光。在等待这一刻。对啊，今年第一次来的，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对，明年还要来吗？要。2024国考一次过。就千名来自各地游客，大家兴趣无减，欢喜下玩，互相讲新年快乐，期待明年过来。那伫东部花莲，游客透早穿高外套来到七彩潭烟花，伫强大海风中等日头光，可惜天公伯啊，游玩是无到早港。对啊，我太敏感。我在这里读2年是还没有看到过，还没哦，就是你来都灰蒙蒙，都是灰的，都看不到，对吧？学生连2年都无看到日头光，虽然有一寡失望，不过多数民众也拢认为，就算无看到日头光，新的一年身边有家人朋友陪伴，平平安安，就是上大的幸福。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历的年头，有民众希望讨一个好彩头。伫南投德山指南宫再起着一个分钱宝，有民众呢27就来排队要等领这元旦的钱宝。另外，伫咧台南永康火车头，也有不少民众排队要买新版本的永保安康火车票。3、2、1。伫咧倒头顺当中，长长的人潮开始向前。今年南投德山指南宫钱母发放。有民众5天前就提早到现场来排队，直接伫咧指南宫周边来录影，都是为着抢到新年的好运气。就27号，27号下午才来，排到现在多久了？就是大概5天吧。庙方表示，因为今年是龙年，排队的人潮也比往年搁较侪，元旦早起排队的人潮就超过了8公里长，初步估计大概有10万人。昨天晚上大概傍晚就已经将近5000个人来排队了，现在已经一直类似已经排到满了，所有停车场都爆满，比往年都多，因为我们一直有预感今年大概特别多，因为龙年嘛，所以我今年准备4500几粒的这个金鸡蛋，金鸡蛋里面都有奖项，没关系，大家呢如果没有拿到金鸡蛋，最起码你还会拿到我们的纪念币，我们的钱母。伫咧台南永康火车头嘛出现着人潮。为着就是来抢到这张火车票，因为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今年元旦挂牌成立国营的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原本卖票的单位是台湾铁路局的火车票，将加入历史。这次买几张？总共超过100张。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台铁已经改制成公司化，所以。我们发行的这个纪念票也有做一些小小的更改，本来是台湾铁路局，那这个纪念票改成台湾铁路这样子。因为台南市的永康站到保安站的永保安康名片是来硬卡车票，因为有吉祥的意义以及纪念价值，真侪民众抢买收藏，都是希望留下纪念。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世界各地头拢伫咧迎接2024年，伫英国伦敦卡井啊用精声来庆祝新年的历史已经有100年咯。另外，伫澳洲、纽西兰、杜拜等所在拢用烟火庆祝。那讲到中国一寡主要城市，因为安全和污染问题，因是禁止放烟火的。目前呢，世界当中也有一寡所在伫咧烧战，亲像俄乌战争以下冲突，当地百姓也祈求讲早一日登到和平。2024透早饭店，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响起新年钟声。同时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当进行跨年共钟仪式宣布，这项传统已经100周年，大约10万人伫星空下看这场15分钟夜空演出，包括发射1.2万支烟火，出动600架无人机，加点到430帕的电火，伴随灿烂烟火点开新的一年。欧洲真侪各大城市，像德国柏林、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等，拢用壮丽声光点到夜空，得咧全球同齐告别2023。澳洲雪梨港湾大桥、雪梨歌剧院以传统烟火甲电火表演迎接2024，现场超过100万人，相当雪梨人口1/5，同齐欣赏。当局部署真侪警力维安，根据政府资料，当年全球有4.25亿人受看过甘宝岛大胜。同一波庆贺跨年，也有纽西兰上大城市奥克兰的天空塔，以500斤的烟火继续放大约5分钟。奥克兰海关大桥也互照光。香港维多利亚港灿烂的烟火点到夜空，比较之下，中国真侪主要城市因为安全甲避免空气污染考量，禁止放烟火，显得较安静。印度新德里灯火突然无达到，跨年烟火，互人伫喜庆中不免烦恼健康受影响。泰国曼谷 JPA 举办跨年岛大送活动，为元旦到跨年吸引110万外国游客，即兴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6成。日本半暝啊，寺庙神社钟仔声响起，也会当啉到免费的小牛奶甲番麦汤。东京成重时有来自国内外游客排队共钟祈福，系新年愿望。穏やかに過ごせていいです。世界上关摩天大楼阿拉伯联合大公告代表哈利法塔放壮观烟火迎接2024。当地小镇以色列特拉维夫代表阿兹列里中心就去电话同齐迈向胜利，和哈马斯靠爱人一家小祈愿，请人赶紧回来。 We will have good news from the deal. 以穆斯林上座的巴基斯坦政府禁止所有跨年庆祝活动，表示团结，支持当地受苦的巴勒斯坦人。同款处理战争的俄罗斯安长甲去年同款，因为小镇取消新年烟火甲音乐会等庆祝活动3集。西部边境城市贝尔格罗德和乌克兰攻击带走24条人命，部分所在已经将跨年庆祝取消。公司新闻因为连编译。 来看美国纽约的世博广场，这下年活动是让3年进前受到疫情限制，即嘛是头一届正常来举办。另外有人是无稀罕过新年，颠倒讲要伫咧年尾的最后一天结婚，讲安尼办结婚真有意义，而且是去到呢这结婚真快速的拉斯维加斯遐办理，所以是因为安尼先出现大阵的这个结婚人潮。也讲这个12月30日若准家写起来咧，就变做是123，讲安尼先做真有意思。 纽约世博广场跨年水池球慢慢降落来，几万人倒算准备要来跨年。2024年来临，现场响起招牌乐曲《友谊地久天长》，民众情绪真悬，伫五彩纸片内底互相揽着咧小金祝福。迄天虽然是落48雨，依然有真侪人来到世博广场的周边。 酒后10几点钟，目的就是要体验跨年的浪漫甲热情。四周是充满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纽约》，互人暂时袂记的世界上持续不断的冲突，也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大家拢欢喜迎接新年。南美洲的巴西比纽约提前1点钟迎接新年，里约热内卢沙坡顶面精彩12分钟烟火表演。 和暗时这天顶变甲真光真水，伫山顶的耶稣救世主雕像来看，场面更加是真壮观。有真侪人无条件迎接新年，要赶伫2023年的最后一天结婚。因安尼一来，结婚纪念日写做数字，大号就是123。这样特殊一个真歹拄到日子和快速的结婚的圣地拉斯维加斯，有真侪人挑工来遮结婚。 1, 2, 3 is our
code that we've always had before we were married and dating. That when we sign our love letters and notes and cards and stuff. 有结婚真久后，无选这日子，佮再结一摆婚。有人看到数字特别，就随行动。伫拉斯维加斯经营做结婚较长的业者，估计一天大概举办150场的婚礼。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在2024年头一天，罗西安和乌克兰就互相指控对方攻击，小无造成有5个人死亡。另外，泽伦斯基在新年谈话表示，今年上无有100万架无人机甲 F-16战机要来增强因军队实力。那讲到3月要竞选连任的罗西亚总统普京，对战争的部分是无加讲啥，敢若俄罗斯的士兵是英雄。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年10个月，这几天双方冲突搁升悬，持续到新年头一天。俄罗斯是讲，乌克兰军队攻击俄罗斯所控制的顿涅茨克，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然乌克兰的官员是讲，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展开新一轮的攻击，至少1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看年暝新年致辞中就职讲，要伫2024对俄罗斯军队发起愤怒行动，毋过无提起目前前线作战的状况，也甲去年6月发动反攻了后的情势。伫泽伦斯基发表新年谈话较无72点钟前，莫斯科则拄对乌克兰城市发动修连线飞弹甲无人机攻击，这是俄乌战争以来规模上界大的空袭之一，造成39个人死亡。Сильніше за цю війну. Бо ми такий народ. І такий народ надихає, ви бачите, надихає весь світ. І таку державу хочуть бачити у європейській родині. 今年3月，俄罗斯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普廷伫新年致辞中，敢顺续提起俄乌战争，佮俄国的士兵是英雄。监管嘛无讲到是毋是有几60万的俄罗斯士兵死亡还是受伤。国较无讲到冲突已经探到俄国西部边境的贝尔格罗德城市。 Хочу сегодня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 ко всем, к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 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борьбы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ы наши герои,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наши сердца.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им мужеством. 泽伦斯基伫元旦谈话中表示，乌克兰的军火库今年会增加至少100万台无人机，也甲西方友邦所提供的 F-16战机。普廷是形容2024是甲顶年，甲去年普廷身后笼罩是穿制服的军人，比起来实在差真济。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 这位52年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30日伫电视直播的新年演说当中宣布退位，由55岁大汉后生弗瑞德里克来接。女王伫演说当中表示，去年初伊脚趾片有开刀，决定要甲王室重担交予后一代。 83岁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送予丹麦民众的新年礼物，是伊要伫1月14退位的消息。玛格丽特二世伫1972年继承王位高达52年。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02年过身了后，伊成做欧洲在位上久的君主。2023年6月，也成做丹麦王室史上在位时间上长的君主。 1963年，23岁玛格丽特二世以公主的身份访问印度，即使无请为条纹礼服搭配白帽仔的造型，显得真大方。伊伫31岁继承王位以来，作风一直真亲民。伊主修考古学，高精通几个语言，也真有艺术成就。捌几摆举办画图古典。 哥本哈根现代美术馆收藏伊的画作。2023年受邀请担任芭蕾舞剧的场景设计。迄当时，伊因为脚趾片受伤，拄着拐杖到现场工作。It's wonderful to see them when it's on stage and to see them using the costumes and the scenery that I've designed. I'm an old woman by now, but it makes me feel young. We have a queen that, in any area, sets the idea of taking part in the creative industry of Denmark. 玛格丽特二世伫2023年2月接受脚趾片手术，伊伫新年演说表示，手术互伊思考未来，也决定应该交予后一代时机。伊的大学后生55岁丹麦王储弗瑞德里克会继承国王，那特别成做王后的王储妃玛丽是澳洲人，两个人伫2004年举行婚礼，结婚了后生有4个囡仔。 女王伫2022年宣布取消将细汉后生尤阿金王子的4个囡仔的头衔，
理由是参照欧洲其他王室精简君主制的做法，也互伊的孙会当有正常的生活。也毋过有媒体报道指出，尤雅珍疑似威廉大兄的王都妃玛丽，造成王室的家庭关系陷入混乱，互女王采取强硬手段。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伫咧2024年的头一天，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发表新年谈话，也是伊任内的最后一届。蔡总统讲，这8年来伊的任期内面的这成果，而且呼吁民众伫咧大选的时阵，爱用选票替台湾做上好的选择。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咧新年谈话内面，是搁再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洪解脱是介入选举。蔡英文表示讲，两岸未来应该爱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如果问我这8年的关键字是什么，我会说是世界。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那一定有台湾。于控制署第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任内最后一摆新年讲话，讲8年任期的政绩，包含提高台湾国际能见度、推动国防自主甲改革、强化经济竞争力等。最后呼吁国人伫12天了后的大选，用选票为台湾做上好的选择。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春贺词内底，佮表示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佮被解读是介入选举。蔡总统回应，两岸未来应该透过民主程序来决定。两岸的关系，要和气和从哦。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民主的原则，那以台湾人的共同的意志来做这个决定。蔡总统也希望两岸应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寻求长远稳定的共存之道。外界也关心蔡英文甚至认同咧竞选呢，赖清德副总统进前提出，将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岸复国新山会带来灾难的讲法。伊指出，是国民党主张用九二共识做基础，甲中国协商互动，将九二共识甲宪法参照伙，所以互人真烦恼。9·2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就是3位一体的对台方案。如果一味的附和9·2共识，只会将台湾人圈入在中国所定义的9·2共识。沟通固然重要，但是以主权来交换，未免也太沉重了一些。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跟9·2共识的连结才是风险。蔡总统强调，家己甲赖清德拢是照宪法顶相关法规处理两岸事务。另外，在野党批评8年期间死刑执行真少。蔡总统指出，台湾无废除死刑，目前死刑犯拢伫行宪法定数，死刑存废牵涉的议题真广泛，政府会努力预防犯罪，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这制度。记者综合报道。离大选剩无到2礼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4年的新年谈话，讲到这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有学者认为有想要影响台湾大选的意图，也讲习近平会安尼先讲无意外是北京自我肯定的讲法，也分析进前各台办批评赖萧配是毒上加毒，反映到这中国的烦恼，也无希望台湾换美国的局面。迎接新的一年，离1月13总统大选剩无2礼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1暗时发布2024新年电视谈话。伫2项议题，伊讲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学者分析，伊想要影响台湾大选的意味真高。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我们马上要面临选举，那么当然，他们会想办法去影响选举的结果，特别是他们当然期待不希望绿营能够继续执政，两岸要共创什么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这是他们的一种基本上一种统战的宣传的用语。张淑芬认为讲，对习近平的发言伊并无意外，这是北京自我肯定的讲法。嘛分析顶一日各台办批评赖萧配是毒上加毒，反映中国焦虑的情绪，无希望台湾走向亲美自立的局面。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31日，中国央视公开2番歌星做伙演唱的影片。13日，台湾的歌星演唱明仔载会更较好的这首歌，嘛有艺人佫讲到2番一家亲，互看做统战的意味真高。今嘛传出台企联要求台商小额捐款予国民党，反复买数大加200块，
才较好辨识是台商关的，去互外界解读，恐惊有利用台商介入选举的嫌疑。这个民进党已经这个紧张到，或者是已经疯狂到啊，这个无所不用其极，每天都搞任何的手段啊，放假消息或者是制造假新闻。这一方面是中共外力介入台湾自由民主选举最明显的例证，台企联竟然甘于担任国台办监控台商是否有捐款的打手哈。中国军方元旦持续扰乱台湾，一直到早起6点为止，国防部侦查到4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持续在台海附近的活动。国军持续严密监控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对今年开始恢复一年制义务役，一男入伍了后，就要接受新兵训练教育，包含机枪射击空包弹、TNT 炸药爆炸等等。国军表示讲，除了要验证新兵的战斗机能，也要互因了解战场的情形。学者就分析讲，这训练教育，互新兵会当互因来适应，对民众变作是军人的心态，也考验着因的心智。包含汉光演习这时段演训，就是为着提升国军心理素质，验证正式练兵的成效。也来今年开始恢复一年制义务役。民国94年除了后，一男入伍会接受新兵训练的真航教育。炸弹在旁边先炸一下，就是不会受伤那一种，可能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应对。哪天真的战争来的话，那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有那种经验可以去应对。国军讲，除了要验证完成入伍训练的新兵战斗机能，总统处地嘛要同步体验战场的情况。在演练期间，采用射击机枪空包弹和数枚的 TNT 炸药，用来模拟战场上的真实环境，也在提升他战场的抗压性和心理素质。义务役新兵真航教育包含训练场内底设置突破化，高班帮在到处站点来验证，也配置机关枪一直射击空包弹，也有军阿炮 TNT 炸药实施爆炸，就是要模仿战场的情况。学者分析，真航教育对新兵加速适应由民转兵的训练过程有帮助，验证基本的战机也考验心智。枪声、炮声啊，或者是那个爆炸的声音等等啊，让他们实际有这样子的心理的体验。训练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实际上那个接近战场的一些这个训练，像射击的时候的那些行进训练啊，变换这个阵地啊等等。不过，由义务役役期对4个月延长到1年，加上现阶段规定，军人非战时犯罪无受军法的审判。外界烦恼部队步行犯伤，违抗命令逃兵才发生机会提悬。国防部讲已经配合做谈的时机，请检察官严肃看待步行，也个违抗命令以及集合证人来相拍，才破坏军纪案件。对严重影响部队案件，会肃查严办，申请法院将当来量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这东北季风和辐射冷却影响，各地头有较凉冷。不过明仔载晚倒的时阵就开始变较烧热啊。气象署也指出讲，这礼拜还有2阵的东北季风，早暗会较冷。西半部和东北部的低温呢，会伫咧13度到15度的范围。另外讲到落雨的部分，北部、东北部因为是伫咧正方面，比较较高落雨。元旦受到第一阵东北季风和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透早有较冷。气象署嘛指出，初日透早因为受辐射冷却的影响，台南以北、宜兰和花莲平地有原会有12度左右的上低温，不过晚到气温就会当烧热。气象署表示，这礼拜各有2阵东北季风，第2阵自拜3开始影响到拜5，然后第3阵是按礼拜开始，尤其北部、东北部关低温变化较大。打未来周的话，各地的低温，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大致上是介于13到15度这个范围。北部的跟东北部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快速，高低温的温度的起伏会比较大一点。气象署指出，这届3阵冷空气强度大约在东北季风和冷气团之间，早暗会较冷，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另外，伫咧食风的北部、东部，除了冷嘛，因为拜3礼拜这2阵东北季风的关系，较会落雨，也那中南部是较无受影响。明天的话，水汽是明显的偏少，所以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有点零星的降雨。那到了周3，东北季风增强之后，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再度提高，转为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天气。之后的话，尤其可能周6的比较偏晚上之后，北部的降雨几率会慢慢逐渐的提高。最后，气象署嘛提醒讲，拜5、拜6暗时和透早，中部以北因为受辐射冷却的影响，造成关节温差较大，较会冻亡，影响到视线，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安全。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
台湾各地头拢下年活动人潮，这挂喙暗的人是真明显是变少啊。就医生伫咧烦恼讲，寒天是呼吸道病毒正高旺季节，因为讲这年假过后，应该有一段时间真侪人去互医生看，这呼吸道患者会比平常时啊加3成到4成。今仔日诊所拄开，着家长带囡仔来挂号啊。因为后区的诊所元旦下晡对开诊，后诊室就真侪人伫等。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大，加上跨年甲尾假聚会活动多，人较接斗阵，佮无法保持适当的距离，袂少家长带囡仔来挂号。有点流鼻涕、喉咙痛啊，我就想说家里没有那个常备药，而且最近感冒的人很多，想说带来看一下。这几天去南投，然后发现他就是昨天晚上发烧，对，然后肚子痛。医师讲，疫情解除禁令了后，挂喙暗的人明显减少。不过最近流感甲新冠疫情拢开始清悬，3月过年，民众回乡甲旅游，开上北路南，更加增加疫情传播风险。有讲每一摆年假过了后，呼吸道重症患者比平常时增加大约3-4成。这个跨年大家群聚居多嘛，那不管是流感呐，还是那个肠病毒啦，那小孩子肠病毒，还有那个冠状新冠疫苗，这通通都会造成一个大爆发流行的。疾管署也提醒，新冠已经开始进入第5波 Omicron 疫情，有过1月中下旬达到最高峰，一天围着人数可能来到2万人。另外，流感疫情也继续清悬，会伫过年前后会上悬。呼吁副校应注射公费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疫苗，来降低围着了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年头一天也有元旦婴仔出世，也因为台湾已经是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出生率单年拢伫咧降。就富山区医生预估，旧年婴仔的人数可能会创下新低，无到13万人。抱大出世的宝贝后生，妈妈笑甲真欢喜。27岁林小姐本来医产期伫1月中，无想到初一透早熊水皮破去，紧急到病院了后5点外自然生，顺利生第1胎，嘛意外变做元旦囡仔。就还蛮兴奋的吧，就当时也没有想过，能生到元旦宝宝，对啊，就还蛮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2024头一天，各地病院拢欢喜迎接元旦囡仔，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比出世的人数较侪，而且出生率逐年降低。根据内政部统计，2020年新生儿的人数有16.5万外，不过到2022年新生儿敢若13.8万外，拢创下历史新高。有富山区医师预估，去年2023年出世的人数可能较无13万人，甚至今年2年出生率嘛无乐观。很多人就是说我计划我明年要生啊，就开始很兴奋啊，是龙年啊，然后或者是我们诊间看到的产妇会变得来做产检的会比较多啊。可是目前看起来都跟平常差不多。根据统计，到初一下晡5点1个为止，台北病院甲三总分别有5个元旦囡仔出世，国泰病院有4个，台北市联医有3个，台北中景病院有2个，大安甲新光病院各1个。意思是讲，少子化已经变作国安危机，现代少年翁仔某无愿意生养囡仔，主要原因也是甲经济以及整体育儿环境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有一个姓朱的查甫人走去大稻埕码头，把这塑胶杆仔内面安粒影机放伫咧公共便所内面，甲女性偷翕，嫌犯这鬼鬼祟祟的行为呢，或者查某民众的朋友感觉真奇怪，才伫咧便所找到这粒影机，落尾报警才抓人，嫌犯互依照着这妨害性运输罪嫌移送法办。烟火车无停，警员赶到码头，将穿红衫的查甫人带上车。也毋过伊犯案了后，也甲警方发拍拉欠。我还没看到，那我有办法吃下去。当然是没办法啊。代志发生伫大稻埕码头，初一透早12点外，警方接到报案，这名姓朱的查甫人伫公共便所外口一直徘徊。这名女子去便所了后，伊也不时低头看手机啊。外口女子的朋友感觉无啥着，入去内底找，伫区小码头边仔发现2罐塑胶管仔，装有监控摄影机。因为它标签被拆掉了，所以我会特别看一下，因为有点奇怪。如果是正常的保特瓶，就是什么很完整的那一种可能真的不容易注意。30多岁姓朱的查甫人是一名物流司机，警方调查，伊推测跨年暝一天，大稻埕码头会有真侪人，就走去现场。找目标下手，检视扣案物品了后，已经有一名女子受害。经警方到场检视摄影机内容，确认违法行为后，
将该男子立即逮捕。就算伊过去无相关的前科，一摆有派心思，当场方以现行犯逮捕。警方也将专案以涉犯妨害性运输罪嫌以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迎接台南建成400年，台南市政府串联全市37区，拢总400个宗教团体，伫咧主持做伙敲钟祈福，以钟声来代替炮仔声，嘛创造属于府城特有的这个下年特色。真侪民众拢来遮参加体验，主办单位也讲，希望这款的仪式会当传承落去。民众等主持一刻，摕钟馗来敲钟，用祈福的钟声来代替炮仔声。建成400档，台南市政府串联全市超过400间庙寺、教会者的宗教团体，伫暗时11:15同时阵敲钟祈福。嘛，甲日本金铁市石浦神社东部连续敲钟，文化古都甲祝福的钟声传甲全世界去。伊的意义呢真重大，伊就是讲要互大家人，还是国家呢拢真平安。我要求着我许了愿望。台南400这件代志，就是咧讲咱历史的一个延伸，每一个时代甲每一个时代故事。啊，当然咱台南嘛是有经过日本时代这个阶段，所以咱这边特别邀请日本的新社，看咱这边做连线，甲这个活动办甲更较有意义，啊嘛较国际化呢。这项仪式伫2019年对自福宫、集福宫甲中福宫发起，起头敢若几间庙尔，到搭愈来愈侪庙来赞声。即个嘛，侪宗教单位嘛推出限定的礼品，送互来参加的民众。其中台湾府城隍庙送过去锁匙圈仔、甲糕仔，要祝福众人新的一档好彩头。咱糕仔有准备，伊迄内底有几项吉祥语啦吼，啊要互信众来会到。会当食到，食个喙内会当感受到好的滋味吼，啊，这点会当互伊会当平安顺利啦。每一档拢会继续办落，以后会真正就是咱台南的这个台南的一个特色的跨年。活动发起人讲，办这上大意义是要展现古都的历史风采，把促进宗教参在地民众的交流。希望这个活动会当成做一个新的起头，让台南特有的跨年仪式一代传过一代。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0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